大家好，我係淑男大叔啊。咁我今日不如講下人生唔同嘅階段啦，等我分享下我自己對人生唔同階段嘅睇法啦。好啦，咁我講下人生嘅階段啦。咁我今日咧分享一幅圖咧，咁呢個幅咧係一個美國嘅圖嚟嘅。咁咧佢就講緊咧2010年咧至到2023年咧，咁嗰啲人咧喺唔同年紀咧，同邊一個相處最多嘅時間？咁好啦，我俾個大家分析下啦。咁其實係一個整體趨勢嘅，你會發覺咧，隨住年紀越嚟越長大嘅時候咧。我諗我哋人嘅獨處嘅時間咧，係會隨住年紀而上升。你見到其實隨住60歲之後咧，係明顯增多。所以第一樣嘢咧，我哋要學習點樣獨立自己相處。第二件事咧就係同伴侶啦。你會發覺喺30至60歲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平台期啦。之後隨住自己工作量減少啊，子女離開咗自己咧，你會發覺同伴侶嘅時間咧係會上升咗。但係到最後咧就會慢慢下降，因為可能伴侶離世啦。到子女嘅相處時間啦，其實你會發覺咧，我哋人生咧喺30、40歲嗰陣時咧，同子女相處咧就會一個高峰，跟住咧就會有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嘅情況。咁咧你就會同子女咧嘅相處時間咧會開始慢慢減少，呢個就係個整體趨勢啦。咁喺唔同層面嚟講咧，15至20歲咧，你同家人啦、朋友啦咁嘅情況一定係會相處最多時間。咁即係呢個反映緊青少年咧，都一般以家庭啦、社交為主，幾乎咧就冇伴侶啦、同事嘅，咁都符合翻呢個學生嘅身份啦。到咗20、30歲啦，開始同朋友相處時間咧到一個頂峰，咁呢個反映緊一個大學生啦，或者一個初入社會階段嘅人嘅時間分配。跟住開始有伴侶啊、同事啊相處時間咧，就會慢慢轉向工作啦同戀愛嘅。咁30至50歲咧就係大部分人嘅工作高峰期，你會發覺同同事相處嘅時間咧就比較穩定嘅，同子女啊伴侶相處時間最多，咁即係反映緊我哋個家庭生活比較繁忙啦。但係去到60歲啦，你就會發覺人呢個獨處時間咧就會大大增加，因為退休啦、子女離開自己啦。咁另一個相處最常見嘅咧就係同伴侶啦。咁但係當然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要學習點樣同伴侶相處啦。因為其實60歲以前我哋大部分嘅時間可能喺工作啊、子女啊，個重心咧之後就變翻自己啊，同埋我哋伴侶呢一樣嘢咧都係我哋要好好學習嘅。咁另一樣嘢咧，我諗你會睇到嘅咧就係我哋同朋友相處時間咧係保持穩定嘅。因為朋友咧，可能喺唔同嘅階段咧，都會人各有各忙啦。到咗可能退休嘅時間咧，我哋可能會有少少上升嘅對朋友嘅相處時間。我分享下咧，點樣可以面對自己獨處，同埋點樣學習自己獨處啦。喺呢個社會咧，社會充斥住呢個社交媒體啦，即時嘅通訊時代，我哋成日有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不停咁資訊喺我哋身邊。其實我哋會忘記咗咧，點樣同自己相處。我哋慢慢習慣咗咧，隨時隨地咧同人哋保持聯繫啦。而家發覺，反而自己獨處嘅時候咧，會感覺到焦慮不安。事實上，其實獨處唔係一種懲罰嚟嘅，係一種好珍貴嘅能力。咁我希望咧，就幫大家咧就學習點樣獨處。其實首先我哋要明白點解我哋會好擔心自己獨處啦。咁其實喺呢個社會文化之中咧，對獨處咧有啲污名化。其實往往咧有啲人將社會將獨處咧同孤僻啊、唔合群咧畫上等號。咁咧我哋自己咧從小被教育咧就要多啲結識朋友啦，融入社群啦。呢種觀念咧令我哋潛意識成日認為獨處係唔正常。但其實好多偉大嘅思想家啦、藝術家同科學家咧，都好享受佢哋自己獨處嘅時間嚟孕育出一啲創意啊同埋洞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社會咧，而家係呢個數位化嘅時代啦。咁我哋習慣咗即時在線嘅感覺，一感覺到咧手機唔喺個手度咧，唔用社會交媒體啊，唔用 WhatsApp 啊，就會令到我哋好似好空虛啊咁嘅情況。但其實咧，我哋一定要用心咧面對自己呢啲感覺，對自己好似覺得好不安啊，要直視自己嘅思想啊同情緒嘅。其實呢種咧令人好不安嘅感覺咧，其實可能我哋自己係害怕自己內心空虛啦，未能解決問題啦，或者成日俾日常嘅工作咧掩蓋咗我哋嘅焦慮。但其實我哋就要正正有自己俾自己一個 me time 嘅勇氣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真正咁成長嘅。
其實咧獨處有幾個益處嘅。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對我哋自己認識自己啦。獨處嘅時候咧，我哋有機會聆聽下自己最內心嘅心聲啦。你可以問一問自己，你真正想要係乜嘢？有咩事情係會令到你更加充實？呢啲對話咧，可以更加了解你自己嘅人生觀同埋一個人生方向。第二咧就係啟發到你自己嘅創造力。許多創意咧都係自己獨處嗰陣時誕生嘅。譬如我而家想做呢個 YouTube 咧，都係其實我自己一個人獨處嘅時候咧，慢慢一種散發嘅思維啦，咁啊產生啲新嘅點子，跟住就可能手寫低嗰啲諗法啦，跟住慢慢咧就會發覺自己都有啲驚人嘅創造力。第三，其實就係恢復翻自己心理嘅能量啦。其實喺一個社交嘅情況下咧，其實要用咗我哋好多能量。其實獨處嘅時候咧，就好似俾一個充電嘅感覺。咁我哋等我哋整理翻啲情緒啊、思想啦，定期嘅獨處咧，可以幫助你心理平衡，盡量避免呢個 burnout 嘅。咁另外我哋可以培養翻我哋自己嘅獨立性啦，因為獨處嘅時間咧，可能會令到我哋更加知道自己嘅需要啦。我哋唔會因為害怕一個人咧而勉強喺一個唔健康嘅關係或者工作之中咧。咁呢樣嘢可以更符合我哋自己內心嘅選擇。中年獨處咧有一種好特別嘅本質嘅，因為隨住生理嘅變化啦，我哋體力開始下降啦，睡眠質素又變差啦，所以容易感到疲倦。獨處嘅時間可以令我哋多啲休息啦。另外，我哋開始感覺到社會角色嘅轉變，子女開始獨立啦，父母就開始老啦，事業會穩定咗，或者甚至出現啲樽頸。突然你就會發覺獨處嘅時間咧就增加咗，咁好容易產生一種冇用嘅感覺啦。咁另外心理嘅特徵咧都會有起轉變。後生嘅時候我哋會追求刺激啦，但係中年嘅時候我哋更希望係平靜同埋有意義。咁究竟有咩可以實際嘅行動可以幫我哋做呢樣嘢獨處呢？首先我哋要將獨處咧化為咧一啲叫自我照顧嘅時間，有啲好慢活嘅儀式感，譬如沖一杯咖啡啦，歎一回茶啦，專注香味同埋溫度。或者浸一個熱水浴啦，加啲香精啊，令我哋放鬆肌肉。咁如果可以做啲健康啊，做啲自己中意做嘅運動，譬如啲拉筋運動啊，自己一個人跑步啊，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實際行動。或者甚至有啲人好中意煮嘢食嘅，你可以自己煮一餐均衡營養嘅一餐俾自己。都係一個好好嘅樂趣嚟。咁我哋都可以用我哋自己嘅經驗咧，創造一啲新嘅價值啦。譬如好似我哋可以整理下人生啦。可以試下寫下自己嘅清單啦、回憶錄啦。其實可能做下一個人生嘅清單，譬如60歲前先至會明白到嘅10件事，或者我哋可以咧分享智慧啦。好似我咁，而家開個 YouTube 匿名嘅，咁寫下我哋自己職場啊、育兒嘅心得啦。參與下呢個社區嘅義工啦，或者咧嘗試去一啲低壓力嘅新體驗，譬如啲叫學習下啲技能啦，譬如我哋寫下書法啊，做下園藝啊，手機攝影啊，參加下呢一日嘅工作坊，例如啲陶瓷啊、咖啡拉花啊，又唔使令到我哋長期 commit，但係可以培養一啲新嘅學習興趣啦。有時我哋可以去下啲微旅行啦，譬如一個人搭個巴士去一個陌生嘅社區，食碗地道嘅雲吞麵。平日行下啲博物館啊、展覽啊，呢啲都係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嚟嘅。開始練習獨處啦，首先咧由小步慢慢開始啦。如果你唔習慣獨處嘅時候咧，可以盡量將獨處嘅時間開始縮少啲。每日留出10分鐘啦，熄咗手機，靜靜地飲杯茶、飲杯咖啡。咁每週咧就安排自己一個獨處嘅機會啦，可以自己一個人去睇下電影啦，去散步啦。我自己咧就會走咗去食 buffet 啦，可能食一個自己嘅午餐，咁都其實係一個好 enjoy 嘅情況嘅。第二個事就係獨處嘅友好嘅環境啦。其實你要設計一個讓自己獨處得好舒服嘅地方，譬如你可以放低自己嘅書啦、音樂啦，或者啲植物啦。如果發覺屋企太嘈嘅，可以去圖書館啦，喺個 coffee shop、Starbucks 嗰度放空一日，其實都好 enjoy。咁3件事咧就要找啱咗適合自己嘅獨處活動啦。譬如有啲靜態啲嘅，就可能係閱讀啦、寫日記啦。譬如你做 YouTube 啦，動態啲嘅，譬如做瑜伽啦、跑步啦、烹煮啊、煮嘢食啊、整理房間啊。
第三個如果你真係學習型嘅，就好似上啲網課啊，學習一個新言語啊，或者研究一樣嘢，你自己覺得好有興趣呢，都其實係好緊要。咁好啦，如果你真係發覺獨處嘅時間，覺得自己唔係好習慣嘅時候，咁你要理解自己嘅情緒啦，唔可以逃避佢啦。問一問自己，點解我會有咁嘅感覺呢？嘗試練習下呼吸啦，深呼吸4秒，停止4秒，呼氣6秒，重複幾次，睇下做唔做到。記住，呢樣嘢咧係我哋一生 lifelong 嘅，咁慢慢練習啦。咁其實一個人生嘅過程咧，慢慢通過練習咧，啲技能就會慢慢增強。咁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啦，留翻下一集講講我哋點樣同伴侶相處啦。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啊，多謝。